红衫粉卡伫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毋知嫁翁也未？脚穿红布的一步又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呢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子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君莫白白，阿娘家阿伯分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世？每暗带你来同游遐对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是的，回头也做也唔惊歹势。阿娘阿慢讲实话，看恁最近代志下小事。是毋是要？敢来是君子，若唔敢来是小人。行。这啊，安尼代志要安怎啊？特动的，啊，你的意思安怎？特动一定去。头家啊，买一罐果汁。我要卖啦，无要卖，啊啥人买卖？啊，就唔卖就唔卖啦。啊唔卖就卖卖嘛。小等，小等，你先等，歹势吼，你先等，我随摕互你哦，哈。来，等下你哈，这个来哈，等下。笑。你笑的啦！爸，你是安怎啦？心情歹啦。讲到这个假英雄哦，实在食咱足够的啦。想袂到因老爸假扑的，竟然搁闭口一下甲下挑战书，你向阮大姊挑战。挑战就挑战嘛，谁怕谁？像你种汉你无讲理的人，应该互我哥甲伊教死者。啊若无哦，伊都唔敢跳外悬，底外高啊啦！你是咧讲啥你啊哈？啊！阿爸，我咧急事啊！你还咧讲这哪样话？哈！阿爸，啊你敢若点仔着紧，嘛无路用啊！伊都敢下挑战书啊！咱若无去服用，免哪会用哩？是安怎袂用去？啊！啊，总是爱想看什么办法出来看会当这种决斗，唔免去用袂啊！啊！比利啊，爸想到啊，规矩安尼，我来甲迄个假仆的吼讲个清楚，咱这间上吉干仔店规矩怎啊卖互伊，这种决斗就会当取消啊！你讲对唔对？哎呦，阿爸，你哪要安尼讲啦？你若安尼讲，万一让后果听到，伊是会骂你鸟鼠啊蛋，无路用啦。切，是什么人鸟鼠啊蛋？爸意思是讲，生事属性啦。唉。爸，啊，要一包粉吼。要分当然兜家分啦，阮遮无得分。这样你啊，甲你买一个粉啊，你太硬。啊是安怎？安怎？主你拢莫来买啦，无啥爱做啊啦，想要乖乖客啊啦。唉，阿爸，安怎？啊是讲你若个人咧，就甲特动啊，出去散步啊。散步这呀？啊，即马什么时阵啊？要有心情来散步啊？我细小才袂晓你啦，伊个啊，平常你若讲吼，较听你的话啦，规矩安尼啦，你去甲放紧离开咱这个下步乡，还是要赶紧离起来，好唔好？爸，啊你是要爱我去甲阿公讲啥物哈？哎，啥物讲啥？你是真捌啊，假毋捌的哈？啊，过2天就要决斗安尼？爸意思吼，是叫你去劝你阿哥啊，叫伊赶紧离开咱这个下步乡啦。哦，阿爸，原来你安尼讲规半步，就是要叫阿哥走去咪，莫参加这场决斗哦。是啊。哦，当初是你叫阿哥来的呢，啊，即马要搁叫阿哥离开，啊，无你是要叫阿哥安怎？你莫会说，无你较大，我较大，啊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好啦，爸，
乌卡乡啦吧？去！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知的，你金丝金教开啊未啦？看你哦，敢若无发生什么代志共款。做大地我吼，替你担心呢。啊，当你是咧担心啥话啦？是天伫要放落来，还是地伫要裂开？知的啊，应用因爸下头证书互你呢，要甲你比这悬价，你上无嘛爱人准问一下。当你嘛好啊，啊我这个皇帝都无咧急啊，啊你太监是咧甲人急啥？你敢袂忝？知的，你若安尼讲，我嘛是为你好啊。听讲哦，因是吼。开旅馆的哦。开溜道馆哦，看起来毋是啥物小人物啦。知啊，上无吼，你加减嘛爱人惊一下啊。哎呀，惊啥？知，讲真诶啦，想几只来练一下，啊无吼，惊会漏气哦。哎呦，当你也毋是咧毋知影恁先的个性苦影咧，啊我吼就敢若参像怪脑子咧啦，若毋是去撞着迄个大场面的吼，我的招数啊都拢变袂出来你咧。阿公，哦，害我找规半晡呢。那你找我是要创啥啦？阿爸讲叫我来甲你讲吼，叫你甲我讲，叫我36家走为上策，赶紧离开下埔乡，安尼对无？阿公，哦，你哪会巧啊？啊，我昨仔要甲你讲咧，你哪会知我要讲啥？哎呦，我甲恁老爸做车底啊做遮尔久啊，啊迄几步数我若阁袂了解，啊我做伊的大姊，都无咧做假个。啊是讲阿公，啊你即马有啥物拍算？大人也已经下调电书啊，还阁有啥物通我拍算？哈，免烦恼啦，你去甲恁老爸讲，假使我去甲人决斗，若有3长啊是2底啊，叫伊凊彩甲我刻一个新书牌啊吼，凊彩囥咧甲我拜拜咧就好啦。使，你人新书摆也毋是放喺新桌顶，你若讲凊彩放的就好啊。啊，你煞袂记咧讲，恁师的还阁活会是无？对，桌顶袂使放高薄啦。啥物代志啦？啊，你是无看我咧练功夫是？啊，练功夫是袂用去讲话呢。若是讲话的时阵会去伤着顶八卦，安尼是会着来伤，你知无啦？我知啦，我已经你有听你议论纷纷哦，讲你要甲大金无决斗，真是嘞。是啊，我向大进步下条件书，啊，这个办法嘛是咱保镖家英雄所想的啊。真是嘞，咱囝想的办法咯。啊，你哪无通知我一下？啊是啊，那都爱通知你咧。是啊，那唔免嘞，你是我翁嘞，我翁一个来了哦，你若输去我就无面子，啊若有万一？无万一啦，你安啦。真是嘞哦。系啊。安尼我就免烦恼啊啦。啊，你早就免烦恼啦。而且吼，我向大进步约在后日决斗啦。我相信大进步若接到我的条件书，唔免等到后日，明仔载就绕跑啦。原来真是要讲伊安尼闹好哦，安尼哦，我就免烦恼啊啦。我有叫咱保镖家英雄去监视伊的行动呢，若有啥物代志，英雄随时会转来报告啦。有影无？哎呦，哪里是哦？我看你真有自信的咧。无要紧啊，你转来呀。好，英雄啊，啊你去办了安怎？哦，人大政府根本都无咧甲你信啦。你讲啥物？人以后阁自由自在伫咧吟诗作对。真是安尼？系啊。我会生气，伊明明是看了无点。好，到时阵哦，我一定互伊亲像这个沙包同款。心事若无讲出来。嘛小拜托咧，甘蔗谢谢咧咧，甘蔗破案就不当本色啦。啊，伊安尼卫生关系，恁拢无甲伊检讨哩？啊，明仔食甘蔗卖卖啊！
拍啥啦？阿爸，你今仔日是安怎？哪会一个面拢救做伙？是咧救啥物咧救做伙啊？你捌啥？你敢知即马规庄的人大大细细，都咧担心你阿哥，只会若甲即个家仆的吼决斗落，唔知错手怎去拍死袂啦？规庄的人哦，都咧紧期待你阿哥会当早一日离开咱即个下埔乡啦。阿爸，叫我过离开嘛，毋是办法。咱着爱想一个办法，对付迄个家仆的啊。对付有啊，有啥？有啥？我有一个真好的办法。哈？有真好的办法？特动的，伊是啥物办法？暗着紧讲。我有一个吼风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师伯，叫做阿三哥啊，用这会出吗？哈？阮大姊还阁有一个师兄，叫做阿三哥。叫我找到啊！小弟小弟，外套动的，我房间谁哪会遐乱啊？我也知，我就不知行过，看你房间乱，我就入来整理啊。哦，安尼哦，较讲啊是我这个爱徒。无你手摕的是啥物？无啊，我哪有摕啥？无？无啊。手伸出来我看卖。无啊。啊，这手的。无啊。两手拢伸出来。无啊，你看，无啊。无啊。无啊。这是无。无啊，我讲无就是无。你搁讲无？无这啥？啊，这都阮师兄阿三哥写互我的批哩。啊，你甲我摕这要创啥？是安尼啦，啊，我遮久都无看师伯啊，我足思念伊的，我毋早走你的房间摕伊的批开看，因为看到伊的批哦，敢看到伊的人共款哦。是安尼哦。你搁有哪副遐重感情安怎？是讲我嘛甲你共款，我嘛足思念伊的呢。好啦好啦，物件款款的吼，安来食饭，哈。师，啊，你是过咧安怎？等下我有话要讲啊。有话就听下食饭饱再搁讲啊。师，啊，有话无讲出来吼，我会食袂落啊，啊，看我会腹肚枵啊。啊，你嘛咧奇怪，啊无你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歹势啦，我昨昏仔所讲的话哦，拢咧骗你。哈，你骗我大胆，你拢骗我哦哈？师，其实是安尼啦，拢嘛大家为你好啊，惊你吼拍输家仆的，啊，大家苦劝你转去，你又搁毋肯，所以吼是。所以你才偷摕这张批，啊，要去找阮师兄阿三哥来甲我斗相共对无？师，你有够牛呢，你一约就约着。哦，你搁真强，敢徛好！你也无受我的允准，啊，你就假要去请阮师兄落山。你知影你安尼做，恁先的吼，是会互人笑讲我无志气、无胆量，搁会互人笑我瞎仔囝，你知无？师，我知影我毋对啊啦。是讲师啊，你若瞎仔囝，我毋着变瞎仔孙。啊你！来，各位父老兄弟姊妹，即摆要来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今仔是咱大进步甲金量国术馆大请命日子，请大家物尽量机，唔通错过着这个好机会，请大家准时来看大进大声咯。对是，较正哦。是，准备好啊。安尼有食无？哎呀，目睭白着看无啦。哦，较悬的吼。较悬。
安尼好无？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安尼好哈。等下哦。头家，我看卖。哇，头家足有饭头的咧。爸，你丫头这两字，那写温夹啊？安尼袂情袂着去用夹夹死啊？呸！啥物你夹夹死？你是捌字毋捌字啦？这两字读作温雅啦，是稳稳当当甲雅起来，将伊雅去边仔喘啦。哦，雅去边仔喘。这两个是温雅，阿公，你不但爱赢，一定爱到温雅，安尼哦，因才袂去欺负善良人哦。丽丽啊，你放心啦，这绝对无问题，唔是赢就是输。姐啊，阿姐啊，你决定爱赢呢？迄若万不是输赢哦，唔是惊到咱这间干妈店无去尔呢，连你的性命都会飘去哦。安娜，特动，行。你来啦！袂歹，真准是，卡实胆量。是啊，还赶起来吼，这种迄个架势咧。是啊，架势偌好咧呢。啥物架势都袂歹，卖做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志气。电后你甲大金无比武，万年来输，敢着我跳出来？菜啦，你敢掂去？抱歉，你有把握当然我有把握啦，我有自信啦。只要大进步若敢来吼，我就爱互伊亲像这个衫仔共款。刚做人家，马上昏倒在地。对，啊那你哦是去用甲赶出去的啦。你讲啥物啊？啊无啦，我是讲伊吼会昏倒在地，是煞互赶出去啦。师傅，请。家仆先生，你好。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家仆先生，你好。大进步女士，你讲。咱今仔日感情是无比一个关家都无用的事。对，为着要替阮囝甲真养武馆的面子，无够分的名义。卡叔，我若要甲你比武，也毋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条件是真简单啦，我若是比输你，我甘愿将上吉干妈店来让你。啊，卡叔，若是你输咧？我绝对袂输的啦。我是讲，毋拄好你若输咧。哦，我若是输，我真养武馆的馆主，互你做。啥物咧套动？安尼敢通？你烦恼啥物？你看，我头壳顶这两字是写啥物？哈？你看，看互金鸟，看互金鸟，看互金鸟。温死！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我你讲的，这是温耶。好，那咱是要安怎比法？
我是徛武馆的人，假使若甲你比武是会互人笑，而且我会互人知影，我家仆生死是游遍四海，走尽江湖，365项是行行改名，所以甲你比文的就好。哦，你要比文呢？那安尼真好，也是要安怎比哈？你听清楚，收当时我家仆伫上海开交经365间，你敢甲我甲比跋巧？啊？活脚？是啊，安怎？你敢无？你敢唔敢？敢无？唔敢是毋是？唔敢你就认输哦。认输？嘿。哪有遐尔真简单就认输？要无是要安怎样啊办哈？阮赢的是大金箔，阮业的是家仆的，到底是阮赢的会赢，也是阮业的会赢咧？